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章1至8节，和合本圣经145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逾越节前6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使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的地方。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人中间。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纯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充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300个银币去筹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个贼，又管钱囊，常偷取钱囊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这香膏本是为我安葬之日所留着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但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时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所要讲到的题目是价值。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在主日里面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运行在当中，使我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的题目是价值。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想想看，在世上或在你身旁，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的那个价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现在常常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东西，常常在科技上面日新月异。手机当刚出来的时候，哇，它价格很贵，可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变便宜了，因为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汽车，有的车子很贵，但是只要它一挂了牌，一有人开，它就价值就改变了。有人说，那房子呢？房地产呢？房地产也随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它也跟着变动。那又有人说，那黄金呢？黄金也是随着时代、随着价格，它也在改变它的价值。那有人说，那钻石好了，因为有个广告说什么钻石很久不会改变，可是钻石依然还是在改变。那到底让我们思考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的价值是永远不会改变呢？有一个故事，诉说着一座山里面有3棵树，这3棵树，他们只要有一个愿望，他们都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理想，他们就彼此诉说着，在将来他们的愿望是什么。第一棵树是橄榄树，他说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很精致的宝盒，里面可以装着很多的金银财宝，然后它的宝盒外面也装饰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木匠来了，在这个森林里面，在这个山里面，唯独看到了他，就把它砍了下来。这棵树，他很高兴，有人赏识他了，把它砍了下来。可是他随即发现，这个木工在做的时候，怎么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这个木匠把它变成了一个槽，这个槽被拿去装着各种动物的饲料，就放在一个角落里面。这棵树，他的心碎了，他的梦想要成为那个宝盒的梦想也没了。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毫不起眼，在一个角落装着动物饲料的一个槽。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第二棵树是一个柏树，柏树他希望自己将来
能够变成一艘非常漂亮的一艘大船。同样的，木匠来到森林里面，看中了它，也把它砍了下来。木匠一步一步的做，第二棵树他发觉怎么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木匠只把它做成一艘小小的船。他原本是想着，他成为一个大船的时候，一个很豪华的一个游艇好了，他可以载着国王四处去旅游。可是他现在只是一艘小小的船，他失望了，他很伤心。另外第三棵树是一个松树，松树长在这一座山的最高的地方。有一天打雷了，把它劈倒了。它倒下来之后，木匠进到森林里面，把它拖了出来，把它放在一堆废弃的木材堆那边。他也很失望，他没办法再站立在那个最高的地方，让人都看见他，来赞叹这个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这个树林、这个山的一个神迹，这样的一个奇景。他很沮丧，他很失望。这三棵树，他们的梦想都没有完成。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赋予给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价值，只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或者是我们以外在的环境、以他人的眼光来确认我存在的价值。其实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上帝早就帮我们预备好一切了。他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在叙述着耶稣在逾越节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之后，到伯大尼有人为他预备以及接待他之后发生的这些事。那么到底是谁在预备呢？今天的经文只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最近这几周，我有机会去关怀桃园的荣民医院里面的安宁病房，成为他们里面的一个志工，一个关怀的一个牧师。在这过程里面，有一段时间会跟着他们病房主任杜医师去巡访，去关心那些住院的病人以及家属。在常常与他们谈话的当中，杜医师不单单只是在医疗上面的处置，使他们能够获得很好的医疗的照顾，而且在他们的对话里面，也让我看见他们的医疗团队会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体的状况，他们心理的状况，同时也关怀他们的灵性，也就是他们的信仰的状态。所以我常常被介绍，这是我们的新的成员，是我们的牧师。在这样的一个关怀当中，我常常在这种对话里面听到主任，那个病房主任问他们一句话，说：“你预备好了吗？你们预备好了吗？”这个时候，他们心中都有些重担，都有些不舍，在此时此刻，他们都会流露出来。在面对死亡即将到的时候，无论是自己还是亲人，其实我们都会有类似相同的一些反应，心情都是会很沉重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预备来面对那些一定会临到的事情。我们在工作中所订定的计划，所订定的事项，我们可以按着我们所规划的时间表，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但是我们面对死亡，面对耶稣的再来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预测、可以掌握的，他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们更要有心理准备，在之前我们就要预备好。上帝也预备了耶稣的来到，上帝预备了施洗约翰在为主耶稣预备那个道路。施洗约翰很清楚的讲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上帝预备了耶稣，
要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所犯的罪，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和捆绑。所以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将要面对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快要接近人生旅程的尾声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在约翰福音书第11章第57节里面，其实当时的人就已经把他看作是一个罪犯。这样记载着说，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在这个节期里面，很多人都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来住，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到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也就是伯大尼。它位于耶路撒冷城外面的一个小镇，是所有去敬拜上帝的人，他们可以晚上住宿的一个地方。耶稣在传道的这一段期间，常常被邀请去参加宴席。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的记载，他每一次都去。其实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但是这一次的纪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邀请似乎只是唯一单纯的那种招待的性质。耶稣到了伯大尼，有人为他准备饭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并没有说明是谁为他准备，也没有说明这个地方是不是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的家。但是我们如果从马可福音第14章，就是我们礼拜前所读的这段经文，以及马太福音26章里面的记载，都是在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在约翰福音中，玛利亚和马大、拉撒路一同出现，但是在马可和马太福音里面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他们一同在这个经文里面出现的时候，他们是来接待耶稣。马大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出现，其实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10章第38节里面去看。马大在那个时候，他在接待耶稣的时候，他伺候的事多，心里就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人来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那个时候，他正为着耶稣以及他的门徒，还有他自己，还有玛利亚，在预备这些饭食。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很烦，他出于一份爱心，他来做这样的事情，可他心里却很烦，所以他到耶稣那里提出对他妹妹的抗议，以及表达他的生气。在那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是一些神奇而有力的话。这句话是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有思虑愁烦，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句话很奇妙，明显的他学到了功课。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再一次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他退到幕后，他还在服侍。他在这个地方，他没有一句烦躁的话。他的服侍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因为他已经学会了某些秘诀，使他心中不再烦躁。马大并没有再一次的困扰着他而发出怨言，而是在一旁伺候招待，忙着准备饭食来招呼客人。他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做。来表现出他对耶稣的爱，就是借着他的双手的侍奉来服侍。他从心里领受到那个服侍的真正的意义，而且尽其所能的来接待的人。拉撒路的出现，他出现是跟耶稣以及其他的客人一起用餐。他复活的见证，在这个时候很明显的让大家都看到。
在整个上帝救赎的计划当中，不论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还是群众，还是祭司，还是法利赛人、总督、兵丁，所有一切这些计划当中出现的，都是为了要使人明白上帝那永恒不变的慈爱。不过，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眼光，只关心在自己身上，关心在这个属世上的财宝、名声、地位等等这些，往往早已经忘记上帝早就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人的眼光。玛利亚到底做了什么事？她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从经文里面去看见，玛利亚这个时刻一样在耶稣的脚前，她那个脚前就是好像回到她过去跟耶稣互动的那个情景。在那个日子里面，马大因为服侍而心烦意乱的时候，玛利亚早就学到一个功课，她学到的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花时间在耶稣的面前接受教导，而且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不但在这个时候，他在耶稣的脚前；当拉撒路死的时候，他心里忧伤的时候，他一样在耶稣的脚前。而在这个时刻，待降节期里面，受难的日子快要来的时候，他又来到耶稣的脚前，他来服侍耶稣，但他所做的，当时的人并不明白。那我们能明白吗？在当时，如果有客人到家里的时候，一进门就有人打水，为这个客人洗脚、洁净，然后就接待这个客人进到家里面，然后来用餐、来住宿。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有人为他预备。玛利亚心中所想的，要将那个极珍贵的纯的拿达香膏拿出来。这个香膏是一个非常贵重的香膏。玛利亚将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头发去擦。这个香膏的预备，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它要付上一整年的代价，这一整年的工资的所得，这一整年的时间，以及坚持不放弃的信心，为的就是要等待将香膏献上的这个时刻。耶稣接受了他这个奉献，耶稣知道他的心意。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爱一个人，但是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跟他计较说我为你付出多少代价的事，那个爱应该就不是真正的完全付出的爱。玛利亚在这个时候是完全的付出他对耶稣的爱。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门徒看到玛利亚将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时，他们心中觉得很可惜。犹大就出声说，为什么不将这个香膏拿去卖300两银子，可以去周济穷人？犹大其实是不怀好意的说，香膏那么值钱，可以变卖来给需要的人。其实在申命记第15章第11节里面就说过，原来在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周济穷人是任何时候都能够做的事。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让我们清楚明白的是，门徒若要向耶稣表现真诚的爱，就必须要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他们就要表示，也就是要让我们记住，凡属于为主做工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去做，因为许多时候这个机会并不会等待我们，机会过去了就不会回头。如果我们错失了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深深的懊悔。我们看到，其实耶稣也对犹大的信任，早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70到第71节里面，就这样记载着说，约翰福音第6章
第70到71节说，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后来卖耶稣。从约翰福音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犹大会卖他，耶稣也很清楚的知道，但是耶稣还是让犹大当那个管理钱财的人。我想耶稣是希望借此来感化他，让他有一个荣誉感。耶稣好像是在对着犹大说：“我有一个差事要给你做，证明我需要你，也愿意用你。”虽然最后犹大让耶稣很失望，不过却暗示着我们，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或是我们身旁有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正面的眼光去包容、去接待他，要信任他，而不是把他看为不好的。在这当中，我们也从犹大身上看见一个试探。犹大其实如果没有管理钱财的这个能力的恩赐的时候，我想耶稣不会叫他去管理这个钱财。所以在一个神学家魏斯科，他在对这一段经文做释义的时候，他说：一个人的专长在哪里，他的试探也在哪里。假使一个人的专长是在于理财，他的试探就是把金钱当作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经常居于那种崇高的地位的时候，那他的试探就是去争取那个声望。一个人的恩赐在哪里，他的试探也在哪里。犹大的有理财的恩赐，所以他变得很爱钱，先是偷钱，然后呢，他接着为钱来出卖了耶稣。这就是他对金钱的一个价值观。那么钱到底是谁赋予他这样的一个价值呢？这边有一张钞票，如果近一点的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玩具便条钞票”。它有没有价值？这边还有一张钞票，它上面没有写着“玩具钞票”，它是真的钞票。这两张它的价值不一样，但是它却有不同的功能。这一张有人赋予它的价值，所以它可以在我们当中去流通、去买卖、去换取你所需要的东西。这是真钞它的价值。它是被我们的政府所授权赋予它这样的一个价值。但是这一张假钞，不是假钞，玩具钞票，有没有人赋予它价值？有的，在我们的生命教育课程当中，我们赋予它一个价值，让他们去看真的和假的差异在哪里。但是它真的没有价值吗？有的，它的价值是在教育，让我们认识这个钞票它的真正的意义。玛利亚所做的动作，在人的眼光里面看似很可惜、很浪费，若是可以转做其他的用途，该多好啊！上帝看人不像世人，人看的是外表，而上帝看的是内心。所以在这整个的事件里面，上帝有他的计划。耶稣很清楚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也知道自己必须完成的工作。所以当玛利亚用香膏抹在他的脚上，犹大出声说话的时候，耶稣说：“任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玛利亚很爱耶稣，他敬拜，所以耶稣容许他如此做。耶稣又继续说：“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世上无时无刻都有穷人需要他人帮助，施恩惠。”主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即将完成，玛利亚并没有再一次的机会去将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所以我们要警醒，这种属灵服侍的机会，有时候瞬间就会消失掉。
所以千万不要延误我们可以为主做工的这个机会。我们有计划，我们有想象。前面提的3棵树，他们被塑造成跟他们当初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上帝对他们有特别的计划。多年之后，当玛利亚和约瑟即将生下小男婴，找不到晚上可以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客店。这客店也没有房间可以住，他们就住到马槽里面。当小小的耶稣诞生的时候，他们把它放在一个槽当中，那个槽正是用橄榄树做的马槽。原本这棵橄榄树，它是希望装满了各样的金银财宝的宝物，然而上帝对它有特别的计划。现在它装了珍贵的至宝，就是上帝的儿子。几年之后，耶稣长大了，他需要一艘船渡到湖的另外一边。耶稣没有选择一条又大又漂亮的船，他选了一艘小小的渔船。那艘船就是用第2棵树做成的小船。这棵树原本他是希望载着国王到处去旅游，而今上帝有更好的计划，因为他搭载的是万王之王。又过了3年，有一群罗马兵丁来到这一堆废弃的木材前面去翻翻找找，这棵松树被选中了。松树想即将被劈成柴火烧掉了，然而出乎松树的意料之外，这些兵丁只把它砍一砍，把它做成了一个十字架。耶稣为爱世人流宝血，钉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这棵树，它原本是希望站在山的最顶端，让人看见它就来赞叹上帝创造的这个奇妙。然而今天，他见证了一个最伟大的事，如今他依然在对世人诉说这个上帝的爱与怜悯的这个故事。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要大、更要好。即使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给上帝一个机会，有时候我们愿意有这个机会来服侍的时候，我相信上帝让那个美好的计划就会向你我来展开。耶稣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田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我们的存在，我们的价值，是为了回应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价值。从创世纪开始，当人类在伊甸园里面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其实上帝的慈爱并没有离开，他依然关照着亚当夏娃，为他们做了衣服，牺牲了动物，为他们做了一件衣服，而且又保护看顾着他们。从那时起，上帝透过各种方式，他时时刻刻的看顾保护着我们，他时时刻刻等待着我们悔改，他也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他也让先知来传递信息，他更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让他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来牺牲。上帝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人知道我们所犯的罪，而且要我们悔改，来到他的面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一直都在，上帝一直不断的在呼召我们与他一起同工，就是要将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恩典，让众人都听见、看见，然后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呢？其实，当我们领受恩典，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接受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了。而我们的唯一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将我们所领受到的爱与恩典，与旁人一起来分享。上帝透过许多的信仰前辈，用各种方式，使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去领受到上帝那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必须跟随着耶稣的脚步，我们要去延续信仰前辈这样信仰的热忱，用上帝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将福音继续传扬在台湾，在桃园，在你所居住的社区，在你身旁的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也是教会应该要做的事情，要协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传扬福音。所以教会对内有许多的训练，有些课程可以来帮助我们，也可以有些宣教的事工，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我们可以接受装备，然后参与这些服事。无论是在教会的行政组织的各个部门里面，不管是对内的服事还是对外的服事，这都是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有份参与在上帝救赎的这个计划，更是上帝赋予你生命价值的那个意义。我们服事，我们回应，就是可以完全显现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这个礼拜是受难周，期待透过每天的读经、祷告、灵修，让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去思想上帝的救赎这个计划，以及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要用行动来回应。想想看，在教会这么多的事工当中，你可以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赋予我们价值，谢谢你带领着我们一生的路程。我们要来感谢、回应你的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完成你所交代的这个大使命，让普天万民都来认识你，来信靠你，来成为你的儿女。愿主赐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这时我们要用主教导的新的诫命，我们来同心来回应、告白我们的信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